续来看苏花公路台九线159公里的所在，因为崩山断路，公路总局讲，就要到礼拜日15号才会当顺利来畅通。为着要来解决民众通勤的问题，航港局今仔日特别调派到4架的船只来支援，军方嘛出动一台军舰到载客，拢会当坐免钱的。第一批到宜兰苏澳港坐快轮的乘客，伫晚头的11点半出发了。昨天不敢住旅社啊？为什么会直接在车上等？我怕，因为我们还有事情啊，所以我怕人多，到时不能上船。就惊上晚来到码头，无法度顺利坐船转去。苏花公路159公里处绑落去的所在，互路转去。预计15号才会当通车。为了解决车辆南北运输问题，航港局今仔日经调派4架船来支援，包括合富快轮、台北快轮和开船8号。军方嘛找中明舰作为来倒载客。航港局目前备变的这个船舶呢，我们也预计在礼拜天之前未来的3天，我们都会提供这样的一个航班的服务。总算会当坐船，本来预计下晝7點就当坐船，因为船班晚到，下晝10點第一批去蘇澳港的合富快輪乘客才坐去船頂。到今为止，合富快轮运送32台车和306个乘客，台北快轮130台车坐船，开船8号载26个人。船的运输虽然会当解决大部分民众的通勤，不过真侪农民拢讲菜色果子拢烂烂去，今日当时南回公路通行，大家拢嗨惨。对这件代志，农粮署嘛宣布会启动农产品运费补助机制，10公斤运费上济补助3块，尽量减轻业者通勤的负担。另外，公路总局嘛讲，过年时啊，因为交通量大，因会派人24点钟监看，若是有石头连落来地管制交通，来确保民众洗车安全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